首先，我哋恭請本會會員大會趙成慧主席敬獻花燭。初獻燭，祝願彭業工會和氣生財，再獻燭，祝身體健康，生意興隆，三獻燭，祝心想事獻成，花燭。本款大利，請上兩燭，係啦。一支左，一支右。好，多謝趙成慧先生，請回座。請回座。接住我哋恭請本會趙德少理事長敬奉大供香。初獻香，祝願彭業工會同仁身體健康，再獻香，祝工作順利，萬事如意。三獻香，祝願各工友上落平安，家庭幸福。請獻大供香。祝願輝煌呈五福，長煙繚繞結千場。多謝德哥，請回位。派香，派香，派香，係啦。全場派香。門戶迪吉，家肥福潤，澳門特區政通人和，百業興旺，財源滾滾，中華大地風調雨順，萬民富足，祖國富強昌盛，國泰民安，全球無災無劫，萬族同歡，和平共融，還諸所求，世界如願。緊疏以民，天運大中國歲至丙午年正月19日吉時，澳門彭業職業工會李監事暨領一眾弟子叩疏。現在請趙德少理事長上表。知心歸命禮，過地高鐵，如無飲血，扣木為巢室，集業為衣裳，家成利於顯繁，體弊利於禽獸，萬方禁主，野永巨人，護蒼生，望天下，開拓時代工超金股，領航文明福澤人寰，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華民族建築先師，中華第一人民始祖，有巢氏，天下震。請趙德少理事長上龍頭香。擺低個香膏，擺低個手爐先，擺低手爐先。有巢氏先師及諸位先聖感應，澳門彭業職業工會會務興隆。
請各位善信、理監事、大德一齊上香。請入公會裏面上香。等一陣嘛，個個揸住啲香。長煙福郁，瑞氣氤氳，香煙裊裊達上多。道由心學，心假香傳，香月玉爐心傳遞傳，真靈下盼先配臨天，令神關顧永達有天。祝願各位善信身體健康，生意滔滔，本本大利。祝願大家家庭和睦，萬事如意，身體康健。祝願各善信工作順利，心想事情步步高升，財源廣進。祝願身體康健，萬事如意，工作順利，步步高升，生意興隆，財源滾滾，本本大利。祝願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監事、善信大德，區國點龍頭香。以下係宣讀賀誕義文同埋上表。請全體嘉賓、善信、理監事、會員大德秉持真香肅立。排齊未？未啊，我老細都未有排齊先。俾我。唔使你咁嚟。咁我咧？我都要一支啊！齊啦，係咪？小心啲火。你熄咗啲火先啊嘛！小心啲火。各位來賓、善信、大德、本會理監事，請各位秉持真香肅立。現在恭請本會趙德少理事長代表澳門茶葉職業工會主禮。請趙理事長。以下恭請羅海區道長宣讀賀誕義文。馬仔。澳門棚業職業工會丙午年公開有巢自先師寶誕，福以樹巢啟蒙，成就萬千餘下，神光卻會導引無盡蒼生。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棚業職業工會夢道修建丙午年澳門棚業職業工會恭賀有巢謝先師寶誕，祈福功德，迎祥昌泰事，穆恩照主。澳門棚業職業工會永遠名譽會長陳錦明、盧金友、麥瑞權、蔣志超、榮譽會長陳長江、趙成慧、黃少明、胡玉賢，名譽會長黎明、余偉生、林就，名譽顧問梁雲君、張大文，醫療顧問蘇慧蘭，法律顧問梁毅賢，會員大會主席趙成慧，
副主席梁社國，秘書黃淑芬，理事會理事長趙德少，副理事長兼常務理事余國正，秘書兼常務理事蘇子軒，常務理事盧錦斌、胡偉豪、蘇偉康、陳家達、梁兆剛、趙國權，理事李俊傑、林少芳、劉錫聯，監事會監事長胡雲霞，副監事長廖冠峰、蘇瑞景，監事李禮兆、黃國新，暨領眾會員男女老少人等。議席正月19日有巢氏師尊聖誕良辰，就於澳門金龍巷金石大廈地下 B 部澳門棚業職業工會管手焚香，甜陳寶燭財帛三生果品恭賀，師尊寶誕千秋並生，殷殷禱願切切祈求，弟子具疏百拜虔誠，上啟大羅三天三境三部天尊，昊天今月至尊族皇上帝，大古三王有巢氏先師，湯朝宰相龍鳳元帥，工部上司魯班先師，五顯華光先師，本境城隍正直尊神，澳門棚業職業工會東方土地福德正神，天下名山洞天福地，古今得道師真，降臨瑤壇，正文修復，生意滔滔，本大利，再獻財寶，身體健康，家庭和睦，三獻財寶。工作順利，步步高升。係，請將財寶咧暫且放喺個台嗰度，工作員請接收翻啲財寶。一陣間咧會後我哋會化嘅，先暫且放喺台上面啊，唔該。多謝各位敬獻財寶嘅嘉賓。係財寶暫時放喺台上面，工作順境，萬事如意啊！係財寶暫時放喺個台上面，一陣間事後會之後，我哋會擺嗰度啊，請佢拍都就你拎出嚟，快啲財寶擺喺台上。係嗱，喺後邊我搞掂啦，即係話俾你知。出去整先啊！你睇啲財寶收翻晒，出邊啲財寶收翻晒先係嘛？係咯，陣間我同你哋。誒就擺出邊張台啦，擺出邊張台啊！擺下先啊！啊擺下先啊，係啊係啊係啊！佢話要。龍